台湾、中国一边一国，边上界敬听，咱一边一国行动党的杨召集人，各位党工先进，各位党员同志，各位嘉宾好友，大家恭喜大家好。首先，边要以永远的长工、永远的志工、永远的压水的工友、园丁的一份子，要来恭喜一边一个行动党的诞生。边虽然未当被允准来亲自参加，但是我绝对有这个信心，咱一定会当伫正月11的立委选举来下过5%的户定门槛。咱毋是要摕两色的席次，咱是要来摕100万票。咱要来成立立法院的党团，要有起码3席，所以边袂当参加成立大会，但是咱大家爱做伙拍拼，边绝对要来参加到咱一边一个行动党立法院党团成立的大会，安尼好唔好？大家知影，一边一国，台湾国家路已经伫立法院，互人来效应，嘛已经亲像绝响共款，边真毋甘，嘛真毋甘愿，所以边愿意甲大家做伙来拍拼。我做一个园丁，做一个工友，我来斗压水。虽然讲咱新的政党的诞生，边毋是散步，边连斗业长才的架刀都无法度来贡献，真歹势。不过我绝对伫咱成立了后，一直到明年立法委员的投票，我一定会斗压水。咱绝对袂当，互咱一边一个行动党这张树这蕊花来淹死，来打死。所以要压水，我着爱真认真拍拼，袂当压伤济，嘛袂当无压。所以真侪人咧替边烦恼讲，你是毋是会去互人笑死？会去互人改法律系成做建校系？烦恼边伫明年正月10日投票了后，一边一个行动党的席次，摕无票声真闹气。看看边的头是免怎压开？讲宋楚瑜，人总统选无掉，人阁有才调，互伊的亲民党上届摆阁有2席3席，甚至这摆阁有立法院的党团。边你是做过2任总统的人，那如果选比宋楚瑜的亲民党搁较歹，你到底你的头敢阁压会开？有影？边袂当选总统，母鸡带小鸡，但是我希望大家拢总是做边的骹、边的手、边的喙，咱绝对袂使闹气，更加袂当互边闹气，安尼好毋好？无食真正着见笑死啊！大家敢愿意看到边见笑死？拜托，拜托！